大家好，我係 Jack，又嚟到我哋軟弱空間嘅裝修熱知識。好多朋友問我，2026年嚟到啦，新一年佢想有啲新變化，想裝修喎。2026年嘅裝修應該要做啲乜嘢先呢？咁其實呢，2026年嚟緊嘅裝修計劃，其實可以趁住一個新年嘅時間，我哋先同屋企同朋友喺呢個聚會嘅時候攞出嚟傾下先，有咩計劃？我哋可以先去揾咗我哋心儀嘅設計公司，做咗一個初步嘅規劃先。咁喺新年嘅期間就可以食住呢個機會，成家人才仔聚首一堂嘅時候，係嘛？大家去俾啲意見，我哋點樣可以做好呢個屋企啦？歡迎大家2026年有裝修計劃嘅話呢，首先 inbox 我哋，約我哋嘅時間去量尺，俾翻一個完整嘅規劃你。我哋軟弱空間，我哋下次見。想喺新年住新屋，諗下親戚朋友嚟拜年都開心啊！而家就開始預約設計，保證年前完工，旺季裝修早籌謀，細節落實唔使愁。快啲 inbox 我哋，免費量尺啦！